人权活动人士星期一在希腊古代奥林匹亚运动场遗址进行2022北京奥运圣火点燃仪式之际举行示威，抗议北京冬奥会。这些抗议者表示，不应该允许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的北京举办奥运会。美国中央情报局证实，他们正在中国任务中心。日前 CIA 更宣布要招募懂中文及中国各地方言的美籍员工，让中方大跳脚。据中国军方背景的微博账号就发文怒呛美方明目张胆招揽特工，更呛声要发起一场反间谍的人民战争。卡塔尔副总理兼外长谢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萨尼访问阿塞拜疆期间，两国签署了护照持有人免签证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早前曾测试一个航天器，而不是《金融时报》报道中提到的高超音速导弹。金融时报上周六独家引用了5个匿名的消息来源说，中国军方发射了一枚运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火箭。对此，赵立坚回应称，据了解，此次实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实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中国外长王毅10月17日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指出中沙两国是战略伙伴，需要保持紧密战略沟通，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将中沙关系置于中东外交优先位置，愿做沙方长期可靠稳定的好伙伴和好朋友。德国总统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在纪念犹太人被驱逐到集中营80周年的活动上发表了讲话。施泰因迈尔说，德国人应对计划杀害欧洲犹太人的肇事者、助手和支持者负责。韩国总统文在寅18日表示，政府决定将2030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从原先的26.3%上调至40%。为促使韩国经济持续发展并提升国家竞争力，政府将加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实现碳中和。文在寅总统强调，要在11月苏格兰联合国峰会之前为全球变暖做出更大的贡献。